有咱台湾人去泰国佚佗，煞伫当地酒吧，互人下药啊，转行带去缅甸的诈骗园区。民间的救援单位就讲，咱台湾有2个人即马互关伫遐。刑事局是表示，4月底时有接到被害者家属报案，讲因失踪，敢是互下药啊关伫遐，爱搁去调查。 咱国民众一批搁一批协救逃离柬埔寨，海外救治受骗了后，各单位用尽苦心协助救援返来台湾。想袂到不法组织无收煞，用骗的行袂通，即马传出手法搁换新。拍拼救援诈骗被害人全球反诈骗组织家属发布紧急通知，讲去泰国旅游爱说离红放假，因为已经协报有3个人伫曼谷清迈省去酒吧技术放下药啊。 人醒过来时阵，已经伫缅甸诈骗园区。台湾一个20出头岁的一个男生，他在自由行的过程中，然后就被下药。醒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胁迫他，就请他做诈骗，所以他才会做出从4楼跳楼下去，目的就是为了逃生哦。 等待救援名单拢是华人，1名中国人，2名台湾人，分别被抓到 KK 园区、甲老街园区等诈骗大本营。 专案下记跟家属指出，因为外交部驻缅甸代表处反映，有被害人家属通报，囡仔4月中出去佚佗，到今拢无转来，所以请求协助。也毋过针对有旅客疑似伫泰国做着诈骗集团下药的状况，警政署表示，目前无接到相关证据。驻泰国代表处今年也没有受理到这种案件。那警政署这边刑事局包括各县市目前也没有受理这个案件。不过我请刑事局继续做了解。 刑事局表示，4月有接到家属报案，讲被害人失踪，目前掌握确实入境泰国，目前人伫缅甸，只是敢是放下药掠走，有关爱搁调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已经过。